我哋一齊睇下2024年第29條。咁呢題有少少 fake 啦。咁先睇下題目先。佢話高技術人員嚟香港定居工作，邊一幅圖最能説明對香港經濟影響？咁咧有啲同學就會覺得有機會係 C 或者多嘅，因為咧佢覺得人才輸入、勞工供應增加短期咪呢個會淨係得呢個嘢受影響咯。咁但係你睇下條題目有兩個選項都係喐咗Lot 1AS 嘅，咁你就要諗下啦。你係咪睇落少少嘢咧？就係呢度有個高技術人才喎。咁其實高技術咧，你一定要反映到一樣嘢，就係佢會影響香港嘅產能嘅。香港嘅生產技術有機會因此提高，所以呢條線點樣都會喐得比較明顯啲。OK，呢個一定喐㗎。咁但係咧就諗唔到點解 A.D 都會喐啊？咁其實咧，如果呢度有個字眼話定居及工作啦，有最能啦，咁其實佢嚟香港做咁耐嘢，又生活又成，咁佢一定係會做喺香港消費好多嘢。咁喺香港消費嘅話，又會令 C 上升啦。咁佢 A.D 咧長期咧其實都可以喐嘅。最能説明咧，其實就係呢個 boy 啦。